來看中華的豐原一搭街道呢，竟然傳出去餵着 H5N1 的禽流感的病毒，目前已經完成消毒，有6萬多隻的卵雞是全部攏甲處理好掉。防檢署是表示講，雖然講即馬這禽流感的疫情呢是加較緩和，也毋過最近這天氣變化是真大，雞仔的抵抗力有較無，所以呼籲着業者就要加強雞寮的通風甲保溫。防疫人員穿防護衫、上洗禮體、車輛消毒。中華傳出今年頭一個 H5N1 禽流感疫情，東風所針對禽流感主動檢測採樣，發現中華豐原一場兩雞場胃病，防疫人員全面清場消毒，攏總篩掉62314隻卵雞。芳苑鄉一場蛋雞場於3月18號，經農業部獸醫研究所確診為 H5N1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。動防所防疫人員完成該場蛋雞場撲殺清場及消毒工作，計撲殺62314隻蛋雞。農業部防檢署表示，去年9月到今，在屏東、台南、嘉義、雲林、彰化等地區累積有17個高病原禽流感疫情。雖講目前島鳥已經開始離開台灣往北邊飛，但也是有病毒過境傳染的風險。加上台灣最近早溫差真大，家禽抵抗力可能會降低，業者就要注意保溫，加強環境的通風管理。去年的9月到今嘛，目前有17個高病原的案例，忽冷忽熱，寒的迄當陣就是愛保溫，熱迄當陣你就是爆棚到愛家抽起來，愛在通風，動物較舒適，就較袂染病啦。防檢署呼籲，最近台灣天氣變化大，業者若發現家禽有各樣死亡、生能率降低等等的狀況，愛隨通報動物防疫單位。若無依照傳染病防治條例，上重會當罰100萬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